朋友，还记得你有多久没骑上那俗称铁马的自行车呢？徜徉在那充满着田园风光的乡间小道上，尽情地享受一下那休闲的农家生活。石冈，一个拥有着山城景色的传统客家庄，另外还有着一条美美的自行车走道，沿途可说都是景色秀丽的湖光山水。骑着斯朗茶，在此走上一回，静静地享受那大自然的洗礼，真可谓人生一大乐事。是不是很向往呢？随着走道往下走，映入眼帘的便是赫赫有名的石冈水坝。在经历过了921大地震之后，水坝也许风光不同以往，但同时我们也期待着水坝能在乡民的努力之下，而有了再一次重新出发的机会。石冈水坝目前都有在规划就是周边的一些景观，然后有做一个17、18道那个闸门现在义洪道已经就是保留了。然后呢，预计明年6月的时候会开放给大家来参观。那届时大家就可以来参观看看，就是说我们石冈水坝，然后我们石冈乡经过了921地震之后，然后我们重新的，就是现在算是重建区，我们大家都走出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是朝着观光的那种角度去走，然后就是我们这边的希望就是观光能够跟我们的产业能够结合，然后请大家来欣赏我们的好山好水，还有就是来带动我们的产业。房屋倒了可以再建，水坝坏了可以再造。这一群居住在石冈的乡民们，却依然选择默默地为水坝重建而努力着。这不是赈灾的画面，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义行，因为对他们而言，这里就是自己的家园，这里就是家的后院，就是隔壁的邻居。因为要活得更好，所以就要更加的坚强。图书馆对每个人来说，都知道它是用来寻找知识宝库的地方，但是对生活在石冈乡的乡民来说，它却有着不同于人的地方。因为里面所陈设的不再是一本本冷冷的书本，而是那一张张有着丰富历史且泛黄的老照片，又或者是那一件件历经年代久远的客家文物啊。当然，这一切幕后的推手就是我们的图书馆馆长了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馆长先生的创举还不止这些呢。像是图书馆的旁边，更有着不时就会飘来一阵浓郁咖啡香的露天雅座。在我们跟馆长聊天的同时，这才发现原来这也是馆长的惊人之举。不过各位可别小看这个地方哦，听说还有人为它慕名而来呢。其实这个最主要的观点是我们馆长他有这样子的构想，希望在这里让乡亲有一个优美的环境啊。然后因为我们这里是比较偏僻的乡下嘛，那资源上是实在是差距非常的大。然后刚好我们家姐妹有这样子，我们家的孩子啊跟我有这样子的构想，还有很感激馆长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所以我们就很乐意的在这里当义工。那可能我也不是客家人，然后远从金门嫁到这里来，好像本来是非常孤单的生活啦。那我是经过了很多的变故之后，我选择走出来外面这样子。地方也许小了一点，但对于这里的居民来说，这却是他们生活里的一部分。没有华丽的外表，有的只是简单和朴素，多的却是那充满着道地人情味的咖啡香。就有时候啊，会认识很多从各地来的朋友，因为他们也会看到报道，然后知道有这样一个小地方。那他们来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很高兴。然后会虽然说都不认识，可是大家聊就变成好朋友。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很悠闲、很轻松，那没有任何功利的压力，所以大家很容易的就在这里认识很多那种感觉上很棒的朋友。3年前的9年太天通，对石冈乡来讲是一个通。3年后的石冈乡民，做在太上来讲，我就已经行出天通后的上通，本来就期待蜕变后的石冈乡再现风华。